誒，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大家好，攏看，我特別嘉賓，安尼濟人喎。來，咱嚟歡迎就咱特別嘉賓，就先頭一特別嘉賓，我錄音冇開啊，我可以記下你啊。我錄音，OK，咱嚟介紹我後調特別嘉賓，歡迎後調。大家好，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นะก็อาตักก็อาตัก啦ก็อาบอย啦แล้วสินเจียวแล้ว啦แล้วก็สิแบบ好了啦ก็วัน特別嘅邊試過每歡迎這個禮拜真歡喜人家嚟出嚟參觀錄音喎你看我錄你咩錄下對呀錄你特別嘅邊落來嗱錄特別都別嘅好但係我別咗ก็จะเปียกขี้อ่ะก็เปียกขี้อ่ะเปียกกิน continue วางกอง我聽到 continue จะไอ้เนี่ย แต่ไม่เปียกจะตัวกุยตัวบัวเหรอ冇咧กุยจะไอ้เนี่ย okay I think temporary เนี่ย okay maybe between the next show 但 until then 我被 restore firmware okay 感謝這禮拜咧本地就有 mood 咧就係早起早請嘅長嘅就係特別當見怎麼就係 technical problem 唔要緊啦嗰隻表我睇到本係唔要緊咯ignore 你表啊讓睇到表嘅時候我們插入嚟啊 OK 你這禮拜呢我會介紹內特別嘉賓新椒就是這裡德國嘅這裡阿妹試過妹加德國妹呢個妹是安怎我冇玫瑰特別我真係浪妹見到我太重領真係真係太 mysterious 呢我關就制我改變咗就制咗啦到底德國嘅咁事啊你有試過嗎阿妹冇玫瑰阿妹是得路嘅人阿妹妹OK 你一個冇但係阿妹伊講伊是多等陣就係讀落嚇，伊冇按照聽到本來學嘅，伊是聽到超話 episode 對，是 my friend 冇是我一同事嘅 classmate 教我 share 10年前，真嘅，你阿姑啊，咁未必換10個年嘅，你笑我時就聽，我話就係講後邊咧學嘅只其實就細漢人就聽咧，因為我講兩 having explicit 一頭掉地去聽下頂，對。And then 個路嘅 signature opening 係啊，是直頭我特別小路是樣特別我講啦，當見未見啦，人家講嘅臭話嘅話頂。然後別記 anyway，人到底介紹人即係特別嘉賓咧，阿龍講嗰隻安怎你個會拄到即個阿妹呢？安怎拄到？我古早應該是通過無上朋友啦，因為我就咧對這個檳榔嘅風俗嘅物件、民間嘅物件，覺得真有興趣嘅嘛。係咧，我通過朋友，因為有一個同事啦，大家白做工嘅，叫做大中傳。大中傳咧，伊是寫冊嘅咋，伊寫幾那本檳榔嘅路名嘅冊誒。係咧，一本是有一個白話本嘅，係咧，我唔是我自己識啦，特別咧，我熟習檳榔嘅風俗嘅物件嘛，係咧，檳榔嘅歷史啦、文化咪，係咧，有上述有上榜條，係咧，我貴邊嘅朋友嘅咧，阿妹本是啲裏邊嘅一個人嚟，係咧，我有去過大山谷去參觀過，伊介紹我幾那裡所在，是真有水嘅所在嚟，迄個美俄咧，是啲南部咯，嗰大山谷是挖一個根本嚟嘅所在，即係邊，嗰大山谷是啷去食海貝入邊去海貝入邊啊？唔是，係俾個我教官往裏面邊個事啦，淨係邊啲嘢啦。榴蓮山邊沒有榴蓮山嚇，個大山谷沒有榴蓮山。我能夠把你布撈曬一個山，所以把你布撈嘅榴蓮冇做啷個榴蓮。啊，咪咪是餐食海鮮咯。啊，真係，一係咯個料。把刀去除咯。唔使，聽講邊啊，要說等你1分鐘先睇到銀河嘅喎。哦。你講你挪威，只講你關啊？冇啦，銀河是 Milky Way， Milky Way， OK，銀河，古靈行。特別可能你每好時啊，即係試過每啊，伊唔是近日普通簽得一個銀牙子嘅嚟講，一個故事嚟咗，伊有影
會是研究這個話題人嘅咋？哦，就是啊 professional，你就是這裡係你啊，sorry 我係 frazzled，毛毛菇要 email 話，佢我講我要跟你講聲啊，你 prepare，所以你就講大度講唔是鬼嘅咋。我呢件咧唔知咪 Wikipedia article 好啊，所以我講別見，即個禮拜平常時都講我講是對，特別即個禮拜咧，物件你我 professional，我有一個隻專業嘅人起來甲我講，拿度講，所以即個禮拜咧我話題就是講拿度會請我嘅特別嘅片嚟講拿度講咯，你讓別個人你使介紹，你使。甲人講你安怎，若是你有拜拿度講來講安怎拜本啦。特別咱要介紹，咱會即個視覺妹來甲人講，安怎你會開始去學去 study 較濟拿度講係拿度講物件呢嚇。OK，頭先咱講背學嗬，因為咱邊靚嘅人啊，咱邊靚嘅人講係咪台灣出高聲，香港出邊聲，邊靚出安講經嘛嗬？哦，對，講佢嘅一擺，台灣。台灣應該是出高聲，香港出明星嗬咧，但係邊靚出安講經。OK， 我一個朋友咧，咪就送人盆啊，伊喺我 Facebook 內面一個榴蓮啊啦，伊頭先伊是北京人嘅，你就伊來到邊靚咧，看咱咪2條路、3條路、4條路，我一直拿驚訝，你就伊講哇，你來邊靚安講經，這個成打排檔安尼款哦，我唔是安尼咩？伊講無喎，有較並無咧，問我一個問題，你安講經之前未競爭嘅咩？我講唔是未競爭呢。我正叫那個叫姻緣和2塊，嗰邊叫大仙和3塊，咩嘛？我有家己嘅，成個就是去接物件是無相打，你免請成立嘅啦。OK。你看那邊咱係小時細嘛，所以咱係按講，就是咱一口氣嗬，2條路、3條、4條，唔知係咪幾條路啦嗬？你有一按講，你要叫下面下本有誒，所以使正排嘅，咱無咩，咱講正好朋友嘅了。OK。因為嗰單生果嗬，一般是咱去過的話，像阿龍去過齋嗬，伊個內面嘅甘榜人是真少呢，較就是長人啦。了，但是伊安講經是好濟。哦。所以包括講咯，所以我從小嘅環境都是我講是活虎頭水命嘅。我自細漢頭大漢了嘿，你學我嘅水。你講打一個虎頭啊！你試過買虎頭打，你嗰是邊個水去啊？你出來都是開人講經嘅。我厝無開人講經，我厝無開人講經。只是我講伊是啥呀？我人厝有一個傳統啊，我講個人水命是袂使收錢嘅。哦。伊是活虎頭，你要係攞撥，你係上隻鐳咧，伊衝去路口行路鐳。哦。咱厝唔是開人講經嘅。細漢嘅時候都冇反感啊，後尾大漢咧咁就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做咩事反感先？你冇阿咩反感先？做咩事都反感呢？咁咪係你封建迷信。OK。咱成日看咯，少年人家己講成家己只搞，你看曉定到成。啥個變化是我就發爛淚咯，你講福建話我學你一撥咯，咁咯，所以就嗱做完咗就嗱受罪咯。OK，明白了解。了，所以當今就是你個慢慢解去，成個了解你講哦，這是家己我家己文化來本。講本是有一個資源啦，因為反正故事本身啊長啦，加下啲榴蓮啊，我朋友啊，都有關係啦，伊來到我講嗰樣邊咱安講經上啊，排檔嚇呐，反正一個資源呢，我就拔掉一個叫都在巴黎本達達到張文忠。แล้วว่าทำ我都講嚟都當前ว่า佢張文忠咯，แล้ว伊是巴黎本達都在咱達到講啊，唔知有環那達到位都在，咱冇有當人達到，咱是真係濟巴黎本達係達到講咧，伊嘅主神呢是當人達到嘅，所以伊是有派下嚟長主戲啦，一樣有拜首都嘅。哦，咁發就伊了呢。所以我就是講一個研究計劃，本有拄到我嘅學生啊，伊要讀冊咯，所以我就是講一個 research project 咯。所以伊一個大都講嘅研究，因為像是講我都無學內面加冊下，我咪 salary 袂使講真 sensitive，OK？ 我做法咧，我做 research 做法咧，就我咪規世界走啊，大家涉及環境嘅問題咯，然後係你。
達到伊是 sponsor 我人做一個哦，I research see. 啦。 OK. 所以這 research 是要錄就有學錄去resource 去做這 research 啦。應該講學 OK 時候呢，伊個 research 嗬，伊是將教我人學堂啊係讀，伊是 research 間係讀兩萬多學。哦。我是絕對無錄家己國家嘅我人。OK，所以是通過政府學堂這大學會翻啊。無 OK， 假使一個達到啦，有翻啦，嗬，唔是假使有翻啦，嗬，咧伊頭將一個 check 呢係入我人嘅大學，就是講 under 我 research grant 咯。OK，所以 proper 即係咩啊？即你特別我咪你這 start 嘅時候，你其實去講你想講，哎呀，我有想會有興趣會去 research 達到講這個 topic 嘅。OK， 因為這個達到講，因為達到講，在咱嘅身邊呢對咱馬來西亞咱邊呢對人來講，伊上普通啊。我只要是馬來西亞嘅，只要是華人社區啊，只要對人嘅電話啊，你無看到達到講。幾乎你去西部嗰邊啊，只要有馬來西亞對人都會看到達到講。對咱來講，這個上普通啊。講到你無去上文，無去。都無感覺到有啥物特別，就是伊想空氣，我哋不會去研究空氣咯。咧因為到這個達到張文中咧，你好，我個發現咗原來有達到講有對人達到嘅喎。所以對我嚟講，你下時去那個，按照你接落來想講是達到講是跟啊可能達到講的啦。我唔知講達到講紅鋼筋，安尼大間，有嘅達到講伊個紅鋼筋是好大間，伊組成。人想到達到講是張卡呢，一個多，一個安尼嚇。對。แล้ว他的因緣就係你張文中達到張文中，唔是達到嚟啦嚇，แล้ว我講起咯。冇想講未達到。達到冇想下，咪我白叫啊。แล้วทำที่โรงเรียนตึงค่ะว่า就是start 去做這個 research，所以我走進去走陣嚇，我走到玻璃市北部，แล้ว走到係你那個什麼啦，แล้ว我唔去麥丹，แล้ว我最近沒去麥丹啊？印尼麥丹啊？麥丹係達到講真係有趣嘅。哦，來 ，OK，來成日講啊，所以當今你 start 是幾年啊？你其實你 research 是幾時 start？別記咗咯，應該是2017-18哈，別記咗。OK，แล้ว你 research 頭尾做依個 research 做久咧，你 spend the time？嗰時是17啊，是18，我冇咩記咗啦嚇。啦2019年 before COVID 嘅時呢，我哋做一個應該是讓謙虛但冇是前東南亞啦，第一個以達到講為主題嘅學術研討會。online 做還是特啲 in person？多浪漫做本事，係你達到10歲咯。OK。講啲研討會啲，我哋教了講達到講嘅主題。你當然是講 after 你聽這邊嘅我在咱是講未了啦，這話題了。特別那是講你把刀未在你 research 出來你 paper 啊，你都有探去上有一個 website 上面去探去看哦。我人阿妹嘅時呢，因為2019年就係講是 COVID 嘛。我多做了個 COVID 就發咗了 ，OK。我係做了幾年個發咗了。所以我舊年呢，我出一本冊，佢這本冊2019年到今年2020年，然後5年。我本達到講研究史料與田野調查，我哋就 OK。哇！卡落，因為一本是 full sponsor，所以是我做呢本冇談嘅啊，我冇人談類嘅啊。伊是 full 卡落嘅咯，就是講關於馬來西亞達到講，印尼達到講淡薄，新加坡達到講，係泰國達到講。三地步 ，OK。你當今所人會使去冊店買啦，這冊。會使應該有啦，應該有。然後那是 online 有攤買 online 唔知。online 應該本有啦 ，online 你去找online 有。OK，畢竟你教學這個阿龍，你係那是你有 link 嘅上面嘅時候，我會使幫到啲隻 episode 是會使幫啊。OK，thank you。Then OK，來，人講起啊，等陣我要問看別你特別嘅邊咯，係咪叫要問達到講物件 before start 講起講伊來，我要知是 origin 伊來源到底到來啊，安怎有這達到講這個講嘅？ OK，
我比較 prefer 路人心目中的大都講是蝦米物件，然後咱個來，OK， 如果咁咪每塊一人塊樣嘅想到，讓想到大都講是想到蝦米物件先嚇。OK， 我成講咧，係人講，我想到呢是成一情雙角，然後白白佢身軀白白攰攰呢是有樹啊，那款呢，然後有一個動格呢，褲掉把肚嘅，即係話別樣看到，所以咁我講。OK， OK， 別人咧，阿龍。我一來成講大都講是地主講嚟，我成講大都講嘅地主講是上嘅類似嘅 version 叫做大都講，我是一來成陣時候，你我冇去嘅物件，特別往家啲幫老闆做工嘅工廠，啲工廠每家本時有大都講，因為我假設工廠嘅啦，外口未拜大都講嘅，咁即做裏邊後面 project 會行，後面物件時咧，特別前期間大都講拜啫，咧個接嚟做嘅咋，我估得啲。Dell 做工嘅點先？OK， 別人阿德咧，你就講上下就講是人做講咧。那就講，because 我自己本是有 encounter 過 ，and then 我我身邊人本有 encounter 過，然後so far as 我 understand 嘅是嗬，那就講。唔是你了解嘅咋，唔是你了解啊！就講，即是你會看你 image 上咗，你就講到大講，你看到係咩 image？我看到嘅 image 啊，我看到 image 就是一個，not necessarily 一個 image 啊，都是講嗬，伊是有一個只presence 啊，到底。特別你冇 image， 你冇成講就係 physical 上講有成個人嘅image。我講嘅你看啊，伊白白啊，情從上角下面你看你有成你看嘅visualization。我本身啦，我自己看過白色嘅，and then 咧，我自己咧，伊捌看過黑色嘅。OK。嚇，對。OK，แล้ว伊有情上角加成個我講嘅時候，你 describe 啫。我是看到嘅嗬。伊成日講鬼書白了一頭，伊穿隻白色嘅帽嘅咯。特別唔是上角，伊是成日你成日人穿嘅鞋子嘅帽啊。冇看清，我冇清楚。特別我感覺伊應該成日係你鞋子嘅帽安尼。然後我係只看到嘅呢，伊是黑色嘅，規身黑色嘅，滾嘅。真正滾正大嚇。阿 boy 呢？sorry， 你講多聲。然後I don't know 對唔對啦，特別嗬，即係是老人甲我講嘅，即個 area 有五里白白嘅對嘅。即個 area 有五里，達到講，但對有冇相嘅達到講過咧。OK， 阿 boy 色，冇相色嘅，白色、赤色，五彩。OK， 即是個會點頭啫喎。So OK， แล้ว阿 boy 呢？阿 boy 你會講到講你想對上面阿咩講阿坤？我感覺我是聽過講because 我嘅colleague 嗬，伊甲我講過，伊捌看過，細漢嘅時捌看過，那都講。伊是講蝦米只穿白衫 ，and then 伊講有一擺是伊講到厝嘅外口嗬，一個大樹欉嘅位 ，and then 看到講一個。老伯穿白衫到樹欉對面坐了，然後佢又伊嘅 parents 佢講，佢哋是那都講嚟。OK， 特別白色碗白色，伊有講色我冇講色，冇伊冇講。And then one thing 我講到，我嗰陣時陣時間就講是那都講 ，actually 巴魯本時啦，我講就講是那都講是maybe 是成地主講呢，but then 是 assimilated to Malaysia 呢款。OK. Adapted to Malaysia because 是 Malay or something 啦，so that's why 就變咗地主 Malaysia 地主講，我變咗我都跟阿龍差唔多上，阿龍本身講係 confused 嘅，佢地主講真係上嘅。四百好了，你四百好了，你嘅 impression 講到那都嚇。講到那都講嗬，那都講我冇錯，應該是有七個兄弟啊啦，七個兄弟啊 ，then 我古早嘅時咧，大 Dell 本時 Dell 做緊時啊，無相信那都嘅 ，because 什麼事咧？因為 technical support 嘅時哦，就是講，你 problem 係 solve 嘅話，對 solve，未 solve 就未 solve 嘅嘛，你去拜人講本冇用嘅嘛，所以我本時無相信咧，唔是我就是白嘅嘛，then until 我換 department。
我人講食飽飯了啦，做得好好幾步啊，走去做少少，แล้ว做少少時哦，แล้วtechnical 就好本冇用，人買個路邊就是買個路邊哦，係人3禮拜食空，食空也少就，哇你按照講啊，頭家看了我咧就，袂夾我嚟夾咧就，then 到好位朋友嚟講，你相信冇相信啊？你買相信本好，你買落去一啲拜拜咯，我一啲俾我借拿督講嘅，所以拿督講拜時，講拜時愛拜時就愛拜時，等夾換鏡盤，夾咖喱雞去邊拜喲，拜了後未起來呢啦，行到一半呢，等我入來，200千嘅小拍入來，so from there onwards，我相信有拿督呢款嘅物件啊。你特別你 image 路上講有啥物 image 上到到講是係咪 image 路上掉？你無想講其實是咱嘅本地土地公啦，成日人講嘅咯，咱嘅本地土地公係咯。then 伊無相嘅所在有無相嘅拿督嘅，所以有咧是青色嘅，有咧是紅色嘅，所以無相兄弟啊，個無相嘅所在咯。所以有7個兄弟啊。OK，即個咧馬步漢，唔是馬步漢，趙貴漢咧。想我講嘅是我人 local 馬來西亞嘅。拿督講，personification of 地主講。OK，甲拋沙邊嘅就甲拋沙邊有南西。OK， 我接落來有看過啦，是講弟弟有看，都講白色貴仙姑嘅了，一隻走入去伊拿督講厝嘅了，我有看。OK， 我妹是一個，我看個第一清楚嘅，就有人講吼是7兄弟嘛，頭先6兄弟7兄弟咁冇。แล้ว有啥阿妹是我經過。迄個街路邊啊，有一個拿督公，唔知我唔知伊是拿督公是地主啦嚇。伊特別我啱未有經過迄條路，因為我厝我對伊是有經過迄條路嘅，啱未10點幾番，有一道咧，我就看到有一個人坐佇拿督公內邊嗰度，白色衫。你是講坐到啲拿督公嘅 shrine 嘢咧？拿督公，我就是無清楚伊是拿督公嘅是地主，因為人講地主有可能是拿督公本嘛，嗰是拿督公。等陣啦，每看試過嘅時陣啦，咁冇特別我係叫咧是即個，我就是看到一個囡仔可能白色衫，伊坐條喺個廟內面，伊坐條係細細間嘅廟嚟度。咧我就分別就講，即個是到底是拿督公，嗰是地主。咧伊坐條內邊了，我過時嗬，做咩有一囡仔坐啲內邊咧？我看車過啦，想要過啊嗰時候。冇咩咁片啊，冇咩咁啊！喺你廟是真係死勁呀嗰度，冇估你直人啲內邊咧。然後 after 冇估啊，即係廟是何人做個正大氣哦。我就變到只大拿督講經去。變咗只大拿督講經，嗰是地主經，因為我所以冇講落車去調咁看，伊是地主。特別我下記一下是囡仔。你講是囡仔，我看到嚇，所以我把攞少少 I clarify， 即到底我看到。等陣每可能咱每試過每就可能有知啦。嗰就到底後邊講過93字 impression of 地主講。I mean sorry，拿督講，可能我 computer 嗰陣排講唔掉。即係我是其實我細漢嘅點時，我嘅媽就是去拜拿督講咯。然後伊就是伊愛買字嘅點時就去拜。OK，其實拜掉字啦是。對。OK， 好嚟，拜掉字啊！講 OK 嚟，咱每到啲即係試過背嚟講，伊看到都聽到我講，冇成嘅 impression 咧，對你嚟講就係你嘅 research 出掉嘅。OK，but related to 你人個人嘅感應啊，看到人講啊，看到物件的話，我不回應，因為這個是個人嘅宗教體驗，佢當然無相嘅。像是 for example，咱講啦講到拜神嗰啲最近我尋我係學生曾經我人去門丹做 research 嘅時候，就叫我人本是去拜人嘅係叫煩惱，但係咱講係咪先大度講啊煩惱幫時啲，我人拜了本有係個幫人甲我講大度講。真係大聲，同埋就是講下就對，只關咧，但係阿達會笑，阿達呢個係描述上嘅啦。講下真係大，嗰時我3個人去吼，講真係大，但都講你徛到人後尾對到你人笑，伊講穿白衫，伊是講印尼話啦，伊是講印尼話話，然後對到我人笑啊哈。所以你人講嘅物件，
我原本聽到真係濟漢嘅 story 㗎了啦。然後後尾有人講是一個5個 ，OK， 咱大都講有落濟的話，真係無定論。我看到有一個是真 common 啊。3個所謂的3大種族嘅本有嘅伊個 image 是本人、啊個人奶，有像係是本有奧人阿斯利嘅本有嘅，然後有5個的話你應該是頭先都講過係咪物件咯？嚇，咱嘅係伊個色啊，係咪我可能會使比較咧，伊甲咱嘅五樣嘅色是唔是相嘅咯？咱本有7個，我真看到第一個是9個。所以就講，OK，咱頭先真係人講，真係濟阿龍本講是 localize 土地公嚇。因為這個民間信仰嚇，原則上是我人無咪講無咪，因為民間信仰物件，你淨係聽過講一對，或是一個錯啦。等下我會 clarify 民間信仰咩意思？民間信仰就是 folk religion。folk religion。OK。成日咱 folk religion 另外一半就是 institutional religion，呢個像本地上 Christian 啊。所以即係嗱，都講是隨咗 folk religion 啊，實實個，咱拜就是咱做 community 然後拜出來，唔是成個講我最個 officially 話咪團啊，你看你搞佢呐。但是大都講嘅是真啊，等下咱甲回答這個問題嚇。OK。下面是大都講嘅是你像阿龍啊，我講嘅物件，搞了是原則上，香港是無在學術上啦，哈，咱講在學術上，原則上把大都講你把它當成是當人一來到馬來西亞了你，咱 localize 一個表現。真啊，這大都講你，後尾有人講白遐秀啊，OK， 白遐秀本伊人患奶 Kramat 信仰，在患奶 Kramat 信仰呢，1924年嘅時有開始，咱是英國手嘛，英國手嘅時呢已經有學者，有迄個英國嘅學者啦，1924年一寫患奶伊人有6個 Kramat 信仰。頭一個信仰呢，都是自然的物品，像係是行野樹啊，咱真係濟行野樹啊，然後有真係濟啦，就是即巴肚啊，對啊，咱大都講，咱馬來西亞我真係可能70%-80%嘅大都講應該是這樣款嘅，行野樹啊，巴肚啦，厝啦，係咪物件咯？內遮嘅物件啦，係啊，內遮嘅物件咯，然後有係咪漩渦，咱可能應該是無拜漩渦啦。漩渦係咩嚟？漩渦係咩笑？Whirlpool 你海裏邊你Whirlpool 我想講漩渦是一種人笑啦，係咩漩嘅渦？那是重點嘅咩？都重點嘅咩？Sorry， 我真失敗，我是真失敗，撞你下識 OK。嗰時家庭人，100嗰時家庭人嘅先生個。勒死嚇 OK，Whirlpool OK。一項款呢是真係 common 嘅啦，另外一項款呢，佢就是認為像是老虎神聖嘅動物，老虎個 crocodile， 這項款嘅大都講呢，路人去巴生我真係濟，巴生是一個巴生哦。到嘅巴生啊，你巴生嗰度冷啊，伊人有老虎嘅。所以你看咱嘅大都講，像是阮個大三個有一個阿龍咧去過是有一個迄個大都幫你買迄擔嚇，伊就是外仔大都。外仔大都有老虎嘅大都咯。所以這項款是有本啊，但是無講真係濟，亂看掉啊。然後真係咱發展出來個蝦米個有佢哋不取啊，蝦米物件㗎了咯嚇。我請問一下是個妹，你講嘅你無上嘅 Kramat 就是講還啊，就是即是這種拜這種嘅神是阿未來伊斯蘭阿未來嘅是樣對那款拜嘅，是唔是？OK， 咱真係發現到啦嗬，在80年代嘅時，你1980年代到咱港巴，你在港巴哦。嚇，港巴。OK， 港巴到了港巴嗰邊時，你到了港巴嗰邊。一般有記錄講嗬，伊人有叫成個something嚟拜大都講，伊人是叫迄個還拿迄個伊人嘅 imam，來甲咱當人嘅叫咩物件？咱當人嘅漁夫嚇，提伊拜大都講嘅，因為人感覺都講大都講人。OK。那後尾是因為伊人叫回教嘅正本清源吧，正本清源叫咩 purification of Islam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
所以伊人個無替同人拜了，所以咱同人掠個對，所以應該講真啊，即個問題咱做，因為即個topic 有淡薄 sensitive 啦，所以真啊，阮做嘅時咧，阮 just focus on the Chinese 嘢咯，同人掠。特別我唔會รู้嘅是講，I mean because 咧 Islamization 較 late 嘛，伊是較你較晚啊接來，特別你是講就是對咱嘅本地人，成個人講 consider 華人啦，咱係馬來人，啊未有一個 Islam 嘅影響嘅時候，伊樣是唔是對的？你是你咁樣講係咪落嘅 grammar？ 成個人樣係是 consider。90年、100年前嘅時，你樣是對的，伊人至少100年前英國人去研究伊人嘅時咧，伊就將伊人 grammar 呢分成6個類型。OK， 明白嚇。啊，了呢個另外一項款呢，就是較少嘅啦，嗬，就是迄個聖者的墓，就是穆斯林嘅墓叫咩 tomb。伊幫。伊人會幫嚇，伊人會幫呢，伊人個分成幾項款咯，但是咱同人咱無分㗎，安尼複雜啊，咱同人不如拜幫嘅，咱會幫煩惱幫嘅。你人去達到講書，你知達到講書哦。他咧獨白講要坐船過去嘅嗬，你人咱邊人達到講書，成講一項福建話真重要啊。達到講書咧，你知咱嘅島嶼嘅語，咱福建話叫樹嘛嗬，成係樹，咱是講樹嗬，咱是講樹嘛，島嶼嘅語啊，即山嘅。有嘅人呢，可能伊人袂曉福建話，伊人把迄個咱達到講書嘅，達到講呢，把它當作是迄個達到講生書。迄個達到講是唔知是梵那是阿拉伯啦，有名嘅。所以達到書呢是叫做島嶼嘅語，是海基樹嘅樹，是迄個因為迄個達到講是多一個島嶼內面，所以叫樹咯。島嶼是 island 嘅意思啦。island 嘅意思 ，island 嘅意思。島啦。像咱講檳榔樹，就是檳榔 island 咯。你迄個字寫起來嘅嗬，假使人袂曉讀迄個字，你就福建話。伊個意思係魚太係魚啲邊啊就，所以假使人讀。你拍阿龍，你拍就嚟隻嚟等於。拍掉。拍檳榔魚咧，但係人成講你字讀魚咗，連香港人都讀唔掉咗。香港人一般係讀魚，意思actually唔是叫做，意思叫做嘴咗。香港嘅講話本是另外一個音嚟咗。特別有真濟袂曉嘅人看，右邊讀邊做呀。你寫我看我綁起來，你寫啦我綁起來。啊，你帶住其他嘅 chat 嚟即係 Facebook，即係 Zoom 嘅 chat 嚟啊。then 意思樹是 island 嘅樹。island 嘅意思，所以是迄個達到講樹，但是喺達到講樹，無論講真啊濟，迄個故事嗬，迄個故事本真啊濟啦，真啊濟故事，真啊濟迄個伊想一隻門啊，真啊濟迄個故事啦。所以我做research時咧，我人原則上會教學生一定要遵守咯，就是講有誒電會啊叫你整啥子，你袂使食豬包，咱就是愛 follow 㗎了咯。但你去搞的話，原則上頭先有人講求財嘛，就一人去求下面物件。原則上我人是盡量唔去求啦，因為求啦，等下你無去還，無好嘛。你無去還無好嘛，所以有時有誒電話我去一擺呢，我人掠了，我人哋打可能就走啊，我無去還喎。所以我盡量會教學生講，你人但是你袂使叫人買求嘅，就當人有家己。對。就是所以你講另外一項款呢，就是迄個網。所以咱馬來西亞伊人 Islam 嘅網呢本是達到講，但是真係少呢。真少。了有嘛？了有一個叫做布勞伯沙，伊迄邊，迄個故事個真係長啊咯。另外後尾一項款呢，就是咱長人咱無吸收㗎了，所以咱長人吸收克拉曼先樣是咧，咱更有誒愛有誒買，像是伊人克拉曼嗬，伊人個。祭拜活着的聖者，就是嗰啲活掉嘅時，都是真神聖嘅人。按照你做呢嚇，按照做呢，即係唔知，做神聖嘅人，我發大人肯做咯。哇，你要做仙？我先這是只比較嚇，就 anyway 係 sorry 你講，所以另外一種就格拉乜都是拜迄個當金國挖掉嘅人，特別你是屬於成個叫 holy 嘅人嚇呐。但咱對人，所以咱對人，咱去泰國是伊人台灣可能伊唔是咱嘅文化，唔是咱嘅文化啦。所以咱原則上無拜挖掉嘅人，原則上無啦，我唔捌看過啦，可能有人有我唔知啦。有人拜我。
历史上迄个变为中心去，互人拜路的话，这个是我哋互人拜，或者是无。我係你 statue 上咧，我 statue。撲咪是我哋互人拜人咯，撲嘛，嗰啲嘢撲。哦，特別冇人拜啦，冇人拜。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有可能。特別冇地點，我哋點樣試過會講嘅咯，上昂咯。上昂算咗是，上昂哈，咁人嘅角度嚟講，係是，因為一成個是對。印度唔是有嗰種 guru 下面 guru 對唔？西巴巴咧，西巴巴。西巴巴是種。西巴巴咪是叮當我掉事啦，咪是人去上去拜嘅呢。OK， 嚟入落去講是個配，是個背，是個背。咱講白到講好，咱咪成了解克拉瑪呢，解講落去啊，無的話唔知一個未接來咯。所以這個是人較濟學界啦，學界認為學界嘅物件都是你使被推翻呢。學術嘅好處都是唔是嘅物件出來。OK， 但老講就係福建話是，你是講啦，你 study 隻物件啦，你讀隻蝦米物件，你會使伊人嚟 challenge， 你會使嚟講 challenge 你嚇。OK， 明白。在 challenge。我陣時認為講啦，伊人煩惱嚟個，讓煩惱本身，伊人有家己克拉瑪信仰啊嘛，一百年前已經記錄到真係清楚了咧。人嚟到真嘅時咧，咱真係搞頭媽就是講 adaptation 嘅 boycott 嘅嗬 ，boy 嗬，德國 boy 嗬 ，adaptation。我呢隻搞就而家啲意思先聲啦，一直搞笑嘅。學生講嘅面有一記咯，佢哋啲佢直講喎嚇。我之前嗰個搞真係比較老啊，佢。都搞過。冇，因為我今日講嘅物件有 point 啊。阿妹都講就 OK， 我名上嘅是阿妹啦，就是我是阿哥嚟啦嚇。來，阿妹都講就係做 adaptation， 你看中國嘅人嚟個怎樣做 adapt， 你知係咪叫克拉瑪啦嘛？來用咗 imagination 講就。哇 ，put you on the spot 嚟。哇，我曉得。Under pressure。我啦，it is 要聽講路啊，阿妹講 ，what do you mean by adaptation 啊？要聽下這裡呢？你嚇，你 opinion 啊？opinion 就是 because I think if let's say 是 from China 嚟講，嘅這本是 because China 嘅成日嚟Taoism是物件本是成日拜講。成like natural 嘅物件啦，like 成大把都教到成奇怪石頭啊，然後佢又教到講裏邊 maybe 有靈魂啊些物件到裏邊。And then if let's say 嚟講 Malaysia 嘅時候，看講有 Datuk Keramat 啊些呢款，本地都是有安尼款嘅 belief 嗬，然後你都成個 like adapt 講，你 respect 講嘢阿你 nature 多係定嘅位。我是講到先啦。And then maybe try to like translate into kaki language lah. Maybe Keramat I do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Maybe into Mandarin no. Maybe lah, sian ni lah. I don't know. Good. 但係我講Datuk Keramat，我有想基本Datuk Keramat，你就係講Keramat係你教嗬，樣拜物嘅。所以Datuk Keramat是其中一種嘅哪多啊？Datuk Keramat。OK， 真係學術上咧認為講啦嚇，達到講伊嘅原型是達到克拉瑪。但是咱當人嗬，咱思索來是成唔會講啊，開始阿妹。伊咱思索來嘅時咧嗬，因為咱當人來個正是，咱發現到講，伊人煩惱有拜伊人嘅神。哦。所以咱來個正咧，咱咁就講正是煩惱。咱講無咪好啦，但是本時講啊，伊來當人來個真嘅是煩惱本來大正嘅嘛，伊真有家己嘅神。咱當人甚至講，咱來個正啊，咱真係 respect 真嘅神。真嘅神呢，咱都是 OK， 像是 for example 嚇，像是多點 mining， 像是para 一樣，像是點 mining 哦，伊人像是被做。要開礦之前，你人就是拜達都講下面行路，就是講這土地，你想咱真係本事嘅嘛？伊人去建築物之前啊，下面之前啊，或者後尾頭前啊，北京嘅解有達都講嘅嘛。咁咱係認為講，你差唔多頭媽，你人講嘅是localize 嘅土地公，原則上講本是在學術上嚟講是 OK 本嘅。冇對嚇。本是在學術上本是 OK， 但是咱並沒有放棄，咱將有達都講啊。咱並沒有放棄，咱到中國傳來嘅本地咱嘅土地公。影響啦 ，OK。哦，所以咱真奇怪嘅，咱嘅墓嗬，咱是 cemetery嗬，咱是拜大伯公。
แล้ว有的人咧原則上咧大伯講是一定要嘅，但是 compulsory 係嘅。แล้ว有的人咧邊仔呢個係達到講。所以是當人來到，所以我自己認為講達到講先係但是還那一人嘅卡瑪嘅信仰，因為原本呢個卡瑪信仰嘅嘛。上下時講你來，你阿龍嚇，你登山來啊，你來啊，你看真嘅人拜，係咪神都會對了拜咯？我本地本啊，我要做本地人嘅話，我就要對本地佬咯。唔知道本地佬，因為咱對這個生死有恐懼，咱對不知道嘅力量有恐懼啊，咱真係要尊敬本地嘅佢嘅力量啊。上下時張志安嘅，佢落雨咪是咪夾批嘅人很啊。對，是啊。上下時張志安嘅男巫嗬，一處理達到講呢是做1980年代，我感覺那部電影呢處理得不錯。1980 男巫張志安嘅他這個電影男巫啊。一直寫1980年代嘅。OK， 對。講 recently 呢，你 director 在 last year 是隻 director from Perak 是嘅大一間 director 啊。嘅大係。我如果問你講就係，但係人講大都 grammar， 其實大都 grammar 就是 refer to 大都講嘅意思啊。有的人咱同人真是，咱同人原則上是混合掉講啦，咱開始講大都講，我哋看伊嘅 term 啊，大都是一拿特別個煩惱嘅 term 嚟對唔對？OK， 大都他當唔知馬來西亞人在大都上面邊啊，講呢是一拿特別個同人嘅 term 啊。對。所以伊都看伊名，我再講一個是特別個煩惱嘅 term， 一個特別個同人嘅 term， 所以是大都嘅物件。就是嗰陣是講嘅意思，但都煩惱話本是講對，那是成個ATM machine 啊，用咗大都講嘅咪是內講哦，講去，咩都講去，講哦。煩惱變咗大都咯，然後同人話咪是變咗內嚟講去咯。OK， 我講嘅我想對就是講，成個如果做咩事影響到阿伯伯講嘅迄個，咪咪咱咪講幾個事，咪咪咱做哪裡隻 episode 咯，其實個字講未了呢。你嘅即個你講淡啊，咱睇到咱成個咱就是講登山來嘅人，你捌到本地嘅紅講啊啥物事，你會了解是。特別有影響到你 previously 有嘅 knowledge， 所以你聽到嘅人講實個，我講下，我是香港嘛，有可能有你 Mary 啊，耶穌嘛 Mary 啊，你 Mary 有傾播呢，看到，你本地人就成講是觀音媽嚟，你知哦。是，安尼看咧 ，because 伊knowledge 咗噶，係你即個，但是當人嘅觀音媽是唔是 Mary？ 我特別我小漢香講過啦，所以我了解你 previous knowledge 伊 mix up， 假如你會曉，你會明白了解嘅物件是你聽到不了解過嘅，當然來到新嘅地方，你是你特別原來這會接掉，你看咧變做成個有混合起，然後係參起來。但是你咱同人你係嘛？咱講嘅阿伯講嘅 adaptation 嗬是一個嚟啦。但是咱同人是真啊 creative 嘅，咱真啊夠 create 嘅。你想啊，咱有發展出屬於咱家己嘅本地大都講，所以講是一樣煩惱大都卡瑪呢是煩惱嚟嘛嗬。咱講咱同人會出現同人大都呢，來就是愛 sharing， 大特別 sharing 咯，係咪會出現同人大都？出現等人嘅大都，你知特別有等人大都，還是你別講到咱馬來西亞有等人大都，你知嘅？我未曉。等人大都我唔知，特別我知講有一個格林亞嘅大都，唔是格林亞本來新嘅大都。對。所以我講克拉瑪星啊，你講？OK， 佢在 Kramat 咧，佢在出到 Kramat 咧。金配，要隻物件妹金配到 clubhouse 金配嚇。我妹啫。嚇。當人係大到時係你傻蛋行嘅嗰時係咪拜？拜嘅。
哦，弊我唔知。大刀公唔是男嘅大刀。我本來喺邊有單3棟樓嘛有。OK，拜大刀公。住人仔有等來大刀公都有400好了，都有得是，嗰是住人，靠好事。我在河南呢。哦。邊人啦，唔知400好了，高仔啊。唔知，我今日知有河南了。哦 ，OK， 來講 ，interesting。OK， 你啷是特別個邊人嘅人，邊人應該據我所知，啷無等人達到。等到我要做大刀公之前，我同我嘅哥講，大刀公有等人達到，我嘅哥真係生氣，講無大刀公大刀是河南嘅，因為啷是，我俾翻就講唔是啷嘅錯，因為是邊人嘅事，邊人嘅大刀公應該嗰啲是河南。哦。OK。大道理真係在第一在等人大道理是一個老人在叫係你老人在係你 Branda Road 咯，那有他，嗰啲是 SBN 嘅喲 ，Branda Road 就是邦國之頂。OK， 我成成嘅啦，叫興盛社企啊，興盛社嘅啦是啊嚇，老人在係你北京邦國在哦。嗱，聽過，食色嘅呢款啊，成阿仔呢。係，就是講呢嗬，咱講150、500年、600年，嗰啲時啦嚇。OK， 太平嘅伊人，因為當人係義興開山數，拍個亂咯。我哋個人知嘛嗬，即係時咧就冇，拍個亂，真係佢頭本無彈啦。OK， 拍個亂咧嗬，有一個人咧，伊名叫蘇阿松，伊是歷史人物，伊是咱。在歷史課本中，伊是有影是歷史人物嚟，你知哦。後尾伊是拍，你義興開山拍咧嗬，伊死去啊，伊是和迄個英國人所以出事嘅，伊是和英國人抬掉嘅。你相傳呢，伊死啊過了後頭咧，伊無甘願咯。伊講哎呀，伊個化為一隻麻鴨。哦。咱講大刀公是唔是會有麻鴨留好這物件對唔對？一個化為一隻麻鴨，傳說中化為麻鴨了咧，一個是作亂哦，亂啊，對個嗰邊嘅人個了真係亂咯。特別伊是係咩人誒？伊是等人啊？伊是等人啊？伊是等人，伊是佢哋 secret society 嘅leader嚟。OK。咱未使講 secret society。一個黨啦，伊一個黨嘅。一個黨嘅頭啦，你後尾是屬樹了嘛？嗬，了嘛是一起來了嘛是出事咯，出事故事真係啊，用手抄啊。了你嗬，佢又是你相傳故事講，你唔是係你英國人呢個黃宇偉大刀公咯。黃宇偉大刀公了你嗬，就是當人呢太平嗰邊呢，太平大陸嗰邊啊，你知咱邊啲人離開多嘅了是上嘅嘛嗬。OK， 嗰邊嘅人呢，真係個有人個起隻紅公經可以咯。所以咱真係在歷史人物，咱當人嘅歷史人物黃偉大刀公真係典型嘅，都是即蘇亞松大刀。伊是165年嘅時，伊是和英國人抬死嘅。165年好早嗬。了你至少真係證據啦，也證據啦。至少在195年嘅時呢，當人已經有迄個石頭嘅橋路嗬，擺做大刀公啊。所以咱嘅大刀公呢，唔只有患難嘅啫。咱嘅當人來到正啊，好像是面對一個烈士啦，咱叫烈士啊，是迄個迄個領袖還沒分好啦，嗬。咱當人呢已經將伊封為大刀公啊，但是都賣梅話含數，咱當人要封為大刀公，真係無人知。至少咱當人嗬，165年伊就抬，165年伊歸先，這是歷史上真正存在的人物來。了你至少30年後，你可能當下已經封為大刀公啊，無人知啦，因為咱歷史個講真舊嘅嘛，你無真舊無咪好講嘅啊。至少到30年後，到你一樣已經起一個廟，互伊內邊有香爐，有真舊個了，都是把它封為大刀公啊。但係即係伊講 Kapitan BLG 講 ，is it like Kapitan 嚟講？唔伊個概念唔是 OK。咱真係咱知嘅 Kapitan 啊，嗬，咱馬來西亞知嘅 Kapitan，咱so far 到真係無成為大刀公嘅。哦，佢無起嘅你 status 個即係達唔叫咩？有，你廟多落去。你廟嗬，對我真係頭殼淡薄你名到蘇亞松大刀。哦，你去吹。你拍一段人字到啲你 check 你Zoom 嘅 check 嚟嘅。我就唔敢講，哦，阿龍曉跑啊！你知蘇亞松。蘇亞，係你馬來西亞的亞松。
那个一个木一个公公的公，他的我知你講到是咧，伊啱是幾間嘢啫？應該是兩間，我冇咩記啊。把一出名是我要看一字，你拍一字我就弄。瓜拉桑家嗰類啊。伊迄邊你都去教時，伊教你寫好勢啦。講你袂使去擺洋酒啦，你袂使擺迄個紅毛狗嘅物件咯。等等嘅就講蘇亞松是啲白啦位喎，白啦。伊蘇亞松個蘇亞倉嘅哦。有兩個名，唔知講松亞倉啊，因為迄個倉本有人用啦哈。特別是 refer 是上一人誒。呀。哦。蘇亞聰咯，伊個迄個在歷史上有這個人物誒。咱嘅檔案局內邊，你本有這個人嘅記錄嘅，像是講邱家軍一下嘅歷史本有這個人物嘅，所以是你要存在。哦，這個真啊，蘇亞松、蘇亞倉 ，OK。哈咪松。到啲 Clubhouse 啊，不到啲 YouTube 嚟嘅咧，佢定要借咗出嚟。到啲太平嘅啊。太平市。有，一直太平嘅。有一個等人拿到。我看一個所在，看伊得落啊。誒，這係咪隻 article？我 share 你啲 PDF 嚟曬哦。即係400好了，我 share 到啲嚟。share 我睇啲可能看嘅。YouTube 有這 article 或者這蘇亞松特別等人字嘅了。啊，有阿冇字冇？香港松樣有可能冇說伊名就寫啦。等人嘅唔是阿冇。等人字，蘇亞松霹靂州政府，邊個隻有攞嚟名？哦 ，OK， 蘇亞松、蘇亞倉 ，OK，then， 一陣是巴黎巴係嘛？我講係你大到張文忠之前嘅時候，邊嘅大到講，真係應該唔知是唔是啦嚇。主席的話啦，伊寫伊叫做係你新鮮港大到講古廟，伊人嚟大到本是等人大到啊。巴黎本打會嘅。巴黎本打嚇，巴黎本打。是檳城是無人，檳城是無嘅，無等人拿到嘅。我靠真正上是無看到啦，我唔知。我唔知，我別人有看到。南西講。OK， 我而家知啲得咯。伊是啲馬東嗰邊㗎，即係是out of嗰個太平嘅 town 了嘅。所以馬東嗬，你去馬東嘅時候，你去班帶馬東嘅時候，你會嗬，你直去。了，你就看伊，即個我啲阿妹應該有食飯嘅，伊邊仔就食海鮮，食梅、食海鮮啊，反正嘅。所以即個廟咧，我特有陣時白車咧，就白啲邊仔咧，我去阿妹邊個食是無錯啦，只間來嘅。伊是啲馬東嗰邊㗎，伊啲馬東嗰邊㗎，伊唔是啲太平島裏邊，唔是啲太平嘅島嚟。你南西到太平咩？點解？我太平人啦。太平人。OK。即係是因為我本唔是細漢時在嗰度。我是大漢了來到這邊㗎，了想要個燉魚食海鮮食咩，我記得帶我去食嘛。我只講來帶你去馬東食物件，了伊人就帶我去馬東食，了這個廟我看到是應該是迄間啦，伊是 on the way 去馬東倒手邊嘅，無錯啦嚇。因為頭先人講我個時候講是有可能時候講是迄個甲骨樓嘅對面，甲骨間，因為甲骨間對面嗰有一個廟，咧伊講迄個兩隻老虎阿妹，伊唔是老虎兩隻。曬嗰時，我就麒麟啊，伊大妹，畫咧，伊畫起來，我想講是迄間，啊，你會看到對哦，即個咧是馬東咧，應該是未到馬東半路呢，冇錯，就比較無自己嘅表看啦。嗱，我先伊小英啊，看是唔是即個？我吹掉 research 掉都看是。我看小英上嗰時我小英到到來啊？邊啊已經。到來啊！小英就嘅小英，但係是400好了起來嚇。是唔是400好了解啊？啲小英，到到嚟啊！你嘅。對，我係度啊 chat 嘅位啊，人嘅迄個Zoom 嘅 chat 嘅位。Zoom 嘅 chat 嘅，我看到 PDF 嘅 link 了。我都看到。冇啊？冇，第一個有個，冇得個 send 出嚟呢。你 send 書嘅哦。即係我未位置唔要緊。呢個是有人 send 書嘅嘛？呢個人 send 書嘅，未位置。我未位置。伊若讀講嘅頭前寫到河港平安啊。河港平安，真係未位置啊！我知應該。家人幫你嘛阿忠。阿忠咯。阿忠就是疫苗咯。咧幫你嘛就解得嚟咯。我看到係啦，較出名嘅就
伊講即個perang larut 咧，怎麼？是話會講嘅，佢哋有陣時有拍前期個比較拍到1962年係啦，你二憲黨啦，拍到亂嘅嘛，有一個perang larut。佢哋perang larut yang after that yang 簽agreement 講會 stop，太平了，簽了太平了，甲有太平這個所在嗰種。哦，一直愛有太平。我未記比賽太平。因內人拍字係larut and matang，定咪是larut and matang嘅了，攞嚟拍了，所以樣為了去搶嗰個地盤，actually樣是學社會可呢，所以樣嘅過後，伊人講簽好 ，OK，larut and matang合起來，就所謂變有larut matang，定咪larut and matang是攞嚟庫嚟嘅。喲，and then，即歷史有嘛？這個島咧，嗬是馬來西亞頭一個東南面嘅所在，就是叫做太平。太平。但馬來西亞頭一個東南面嘅所在，特別 city 啦 ，in terms of city 唔是羅面啦 ，city 島啦，頭一個有東南面嘅 city 是太平。特別一個，伊啱啊！有一個正特別嘅物件就，咱去嘅時啊，咱擺哪度時啊，袂使夾即個 Western 嘅果子入去嘅就，像個蘋果啦，迄個物件袂使擺就，了個有。了個有就是酒啊，迄個阿毛酒袂使嘅就，伊樣嘅病。但我有講下試過，袂講袂使夾當人，袂使夾阿毛物件，阿毛物件之去。那邊有寫條啦，那邊有寫條啦，誒，所以即個暗上面，你叫我即暗是係咩物件？你講好笑嘅歌人睇嘛？嗰個就是你感冒，你當人啦對暗。但我你講嘅啦，你唱語。阿咪唱公冇蘇雅但一隻蘇蘭係咩？自己係咩 ？OK， 蘭卓，因為 OK， 這是蘭卓是拿豆攞嚟醫咪 ？Question 啊，所以你話不如討論啊，咧等下除了這個，你話要看真啊大 typical 嘅大都講，你話現在去巴黎本大都講，係咧伊個 image 係嘛，咱係咱係主持人講係咪大雙國啦，即係真啊 typical 係哪大都講嘅 Chris 啊係咪樣啦嚇？你話要看 Chinese image 大都講，你話要去巴黎本大大都講，伊是真啊 typical Chinese 伊個very 呢。哦，我是係咪名大都講啊？嗱 ，The Story of a Dato。新港，新開新的新都寫巴黎本大大都講嘅出來。哎呦，這我驚我冇去唱到佢哋喺邊，這冇想啊！我基本上有專門寫巴黎本大大都講嘅嗬。伊是收發到真啦，我發現到第一張大government 嘅即係 register 大都講，伊開始個叫做大都講中，伊搞哦 ，OK。誒，有 Instagram account 喎，啊冇啦，係location，唔是。誒，特別我等陣見咩都看伊 update 伊 Instagram 都就知。即係是經哦。正手邊嘅即間嗬，成日是正手邊頭頂嘅即間。即間啊？是嗬，應該是即間嚇。哇！即係大景咯，即係真係大景咯，即係有幾勁啊！所以伊內邊伊個有大都講簽嘛，伊個大都講簽，聽講是哪零嘅，即係古廟應該是。叫咩叫演員，跟住叫做工，跟住叫讀冊。我有學生去叫過啦，講真正是我看到伊善靈啊，呢咯嚇，但是做 research 較濟大都講唔是叫字嘅咩？4 digit 多多嘅嘛。我唔知，我係愛累人嘅game啊！有演冇演唔要緊，我冇做工讀冊，我冇需要，我愛叫累啫。誒，我講要緊係有累。迄個太平嘅，迄個就講我哋就有就出面告訴，就比較少特別聽，伊記得我哋告訴真好意思嘅，就我 feel 唔理識嘅姐姐嘅 meet 呢。伊講啲太平，古早有隻山都咗。迄個山巴裏邊，我就山都，迄個山都是邊尖，而就一邊線咧，就意思講是迄個 Journey to the West 啊，你西遊記啊，迄個老高連過8年那邊線嘅，迄隻山都你可以連一本是杜巴街啊，唔係杜巴街，伊是山都啦，伊唔是杜巴街，所以伊個山都一邊尖那邊線而啦，所以一直出來害人嗰種。
就是伊出嚟bully 人食人嘅物件，嗰時咪啦，伊害人啦。即叫拿到一早期上班裏邊嘅提示是哪度去啦？山都，這是看哪度啊？就是怎麼你蘇亞葱倉湯下沙湯下啊。OK，大白嘅。啲只隻你告訴馬來西亞計 fascinating 嘅有一個是山都，有一個山都本嚟我係小弟有去拜，因為其實山都啦，我真幾年前啊，我小弟釣魚喎，只那一人釣，呢條山都咯，是隻都喎，出面個太標山都嘅，的確會咩？Sorry 啊，我唔是每次 just 我有一個物件被 add on because 我教你講一個 datification 嗬 ，actually 是not only in Malaysia because 我捌看過講 because 到 Japan 不是有相嘅故事 like when 一人死嗬，แล้ว變做一個 vengeful spirit 嗬，แล้ว佢有佢哋為啥掉 curse 嘅款嗬，แล้ว佢有伊會起一個 shrine to honor 安尼人。安死啦。對，伊想 vengeful and then 想when 人無甘願死嗬，伊就變做一個 spirit 安尼掉地邊，這是人相信的啦。แล้ว掉地邊啊，แล้ว in order to 想個可以咪起航 because 人講啦，想一人死嗬，แล้ว佢有because 伊變做 vengeful spirit and then and then 就發生講 pandemic 還是乜鬼在邊，然後人家就講是伊嘅 spirit 過來被報銷，so所以人起一個廟嗬，一個 shrine 嗬，就是來 honor 伊，等過後伊一個title，本是常常用我哋講嘅字。那同埋的確會講係 very good，you use the term deification 神嘅話啦嚇，ataupun deification is very good。我真係本 try 下掉一個 paper is very good。So 除了咱大都講係嘛，咱講嘅大都講書嗬，so 除了大都講書啦，咱馬來西亞同人呢本 create 一個新嘅講，就是咱邊啲人不唔知嘅叫先世師爺，伊主要是到吉蘭坡嗰邊嘅，伊本伊有一個共同點啊，像是到沙巴嗰邊啊，有係咪劉三班啊，伊本是拍在那死啊嗬，像德國話講嘅咯，伊就是屬於就是講到馬來西亞啦，就是 deification 神格化啦。就是人變性的話，它一個共同特質，伊都是原則上就是屬於非正常死亡。OK，唔是正常，唔是成個自然死嘅啦。因為屬於非正，我唔知德國冇是呢個數是唔是上嘅，伊屬於唔是非正常死亡啦嗬。所以他要經過比較正常的一道程序，把它由人，然後呢變成神，然後來供奉他。咱馬來西亞規例，咱 localize 像是咱大都講啊，除了馬來西亞當然啦，佢哋新加坡係咪本有啦，但是像是蘇亞松係咪唔夠完全是咱本地嘛嗬。像像是先世師爺啦，佢哋爺爺來嘅頭家，一般咱邊啲人本唔知先世師爺，除非你到吉蘭坡做工，咱邊啲冇，一般是屬於非正常死亡，然後後尾是你被封為神。然後到沙拉威一般有一個劉三班，一般是非正常死亡咧，後尾一般被封為神。所以阿妹你講嘅是唔是唔像嘅？對，即係像啥物件？佢哋I mean like 變做 vengeful spirit 嗬，伊是古早，伊是多佢哋多伊嘅 palace 啦，人古早是叫佢哋 Tenno 佢哋 emperor 啦嚇，古早是伊是像是一個 general 還是安怎？然後佢又 because political 嘅佢哋 struggle 嗬，伊失敗 ，and then 就成個關去別位啦，可以別位大 ，and then 伊是在邊別位哦，所死去，所以伊是成like from 一個一個官幫格嘅人，然後就可能踢走去，然後就逼走佢，就逼出去所在 ，OK。所以雲昂死嘅人，แล้วทำไม你講，ทำไม這個習慣，你講這物件就是你講阿咪做開特別。一個點聲做開伊係咪變人แล้วก็變神，係咪意思？我冇明白。OK，頭先你講安昂死嘅，你像是咱講嘅蘇亞松嗬，一般是屬於非正常死亡嘛。阿嬤兵，伊是阿嬤政府拍，阿嬤嘅拍意思。對，阿嬤拍嘅。然後你像是講咱講佢哋先師爺嗬，一般是傳說中伊是安昂死嘅，因為安昂死啊，你一流出來回你是白色嘅，代表哦，係馬蘇里。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So 咱哋做一下啦，嚇。然後你上下是講佢哋，咱就冇講先師爺嚇，
但先是嘢的话，因为嘢下手咪都嘢下来，咱在嘢下来哟。对，在。嘢来，嘢来就是將嘢前頭嘅入下來，哦嚇，入下來將嘢前人頭嘅放為先，所以真係佢哋先是事業呢多吉隆坡啦，多那個什麼人啊，是真係普遍嘅，但是一般嘅人邊年來咯，所以有一個 process 啦，那但是需要從你因為像是佢哋先事業嗬，因為伊有下手面就嘢下來嘛，所以告訴真係就留落來咯，那成個需要從你一時經過係咪 process 成為大都講嘅呢，真係冇咩知。哦，因為伊無後代，伊無想講伊接班嘅人來解講伊個事，是唔是？呀。哦，特別你講下你入下來嘅先書啊咩啊？先書伊是變做大多本啊，還是無？哦 ，OK。So you raise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s 啊，係咪講啊？同樣差不多上個 generations 回先嘅嚇。隔了本是惠州人啊 ，OK， 唔知係咪我本是惠州人 ，OK。OK。了你伊人你變奶奶哦，你。變奶奶 is another story 啦。哎呦。變奶奶。了唔是打天啊，唔是打天啊，冇。佢哋我考到拖住個梅，我講係咪呢就？計時啦，嗬，佢照顧阿漢啊，嗱，講到分集到啊，嗬，叫後面，想是無帶得啊，哦 ，diva 叫 diva， diva， 我愛過次我變特啲啊，嗬，咧阿漢都變特到啊，佢哋我都度拖住佢，我人講嘢咯，咁唔知冇人知 ，OK， 我講到大多係咪屬？OK， 嗰陣那本冇係講同一個時期啦，嚇，因為差不多時間差不多上嘅嘛。係咪是多太平嘅一邊嘅大多？係咪是講多中馬一邊個先事業？到陣那本是唔知係咪屬？哦，係 localization 嘅屬嚇 ，maybe 是迄 local 嘅人愛學伊做蝦米，伊就做蝦米咯，是唔是？應該是咯。咱較北方嘅人就會學伊做，因為咱有只隻 popular， 特別無哦。那個唔是檳城啊，北方特別唔是檳城，因為咱學伊是咱到檳城都無當人拿到嘛。對啊，唔知，所以這個是一個miss in history 度咯，個無人知啊，做 resolve 個這個。maybe 看南方嘅人，有頭有尾嘅人就叫達到了嘛，是唔是？若是講咱檳城嘅當人死去啊，有無條項嘅啊？看你話啷死嘅咯？有，就是講有無話啷死嘅啊條項嘅。檳城無喎，要講都冇吹到當人拿到。檳城無嗬，無當人拿到本嗬。陳耀偉，咱就陳耀偉哦。唔知，我就因為你 climate 會正講過嘢物件。哦。我哋講陳耀偉應該唔是達到，應該俾咗拖地線啦，係。陳耀偉是就出名嘅一個 architect 嚟啲檳城會，佢專會過即係 heritage building architect。OK， 定啲人講你 heritage 是要講到嚇。對，要講起即係好對嚇，一個先而家。then 人那都講人人講伊歷史，我哋想未通就是講嗬，即是人本地人成個 create 嘅一個identity 啊呢，即係紅講啊，啊是伊 already 本地已經那啲 grammar 誒，就是伊 original，特別人參等人參加啲 grammar 誒，拿到 grammar 咧變做 create 人家己一個拿到講，等人拿唔是等人拿到講，特別人家己去等人拜嘅拿到講啊。呀，你會使肯講哦，就是咱別簡單理解啦，就是 grammar， 一定有 grammar 嘅嘛。咱對人本地咱個土地公嘅信仰嘅嘛，對。講，咱對人本地有家己土地信仰嘅嘛，嗬。就變做 merge 起來啦。merge 起來去咯。但係我就是問梅魯，但面怎麼咱幾那人講嘅即係土地公嘅即係參起來物件是有根據啦，有成講咱會了解，但都講自己咱 previously 有嘅 knowledge 就是講土地公，特別我係唔是俾人講，我唔知土地公係咩喎，你想解釋土地公係咩？來，就愛 sharing 啫。就知土地公係咩 ？Of God， Chinese of God 咯。God of the land God 啦，land God。
land god 咯你安怎伊款怎怎？伊本葫芦嘅國嚟，本葫芦嘅國嚟。伊是過濾所在呢？過濾所在。但係本葫芦但係所講啷掉咧，佢到講過，maybe 有幾粒有關係咯，就是啷嘅，因為有時過喺邊嘅所在嘛對。特別往是擺是拿刀嚟哦。特別咧是擺是拿刀是伊是成個 amalgamation of 即係grammar 拿刀 grammar 加人嘅土地公參起來嘛。所以咱even though當今咱外面看起來是拿刀公啦，特別伊嘅歷史是因為人同人捌即個土地公，啊 merge 起來有可能是有參有關係。特別土地公我 understanding 是但厝擺哦。對，了個安排。我有問題愛問。咁配嚟。問者啊。那都講個土地公像，還是無像？就是講換入來無像。唔是，因為你看人去到一個新嘅所在，人會講先去拜那都講，所以那都講是唔是迄邊嘅像人講迄個所在嘅本葫蘆咧？那都。你是講特別擼咧？擼個吉祥講那度講加地土地公是有像無像？啲當今對我嚟講是無像嘅。土地公是土地，哎呦土地土，我俾人再講下。土地公嘅地主公像哦。特別土地公你會使拜錯物件喎，會使拜白嘛，唔是咩？土地公就是講當今變咗無像。你那度講伊是 ，I think 我你咁即係試過袂講嘅，就是伊嘅頭嗰扎是咱阿袂有那度講嘅 concept 嘅是，咱是有用到 understanding of 咱嘅地主公土地公嚟 identify 嘢。After that，伊變做家己 entity 喺當今，我感覺到。一個是阿都，一個是 MP。地主公是囡仔嚟，唔是咩？但係個一人講囡仔啦，阿南西看到囡仔嘛，OK，咪講地主公甲土地公個無像哦，無像啊，咪講地主公，無像物件，地主公甲土地公無像嘅。地主公是啲厝，土地公是啲個口。咱無論講土地公跟那度講就好啊，但咱 as 我家己 understanding 啊嚇，但是講你去到一個新嘅所在，你特別去拜那度講嘅，因伊是講你地。你就你成日人做 project 啊，人起厝啊，摸下面啊，你看加了不能拿到講啊，因拿到講是地種了。你係起一個位咧，一個大萬得到一個拿到講，一個佢哋大萬咧，一個咧位。但係即係你是係 influence of 土地公咯，伊人嘅 belief of 伊 element of 這拿到講係是本葫蘆那可能個你土你地嘛。係你 concept of 人變做人嘅 form 做即係就講即地啲嘅時候，伊是 based on 係你等人淡薄地唔是土地公嘅concept 參起來，實際變做人去拜那度講來保庇即地。會使啦，我講啊，所以阿龍唔是我問，我成日每個對浪感覺像，但是無像。所以特別當今嚟講啦，你講地主公家那度講是無像嘅咯，我感覺到。我嗰時講歷史起來 ，maybe 是要 merge 掉啲 concept 接去那度講啦。嗰有一個物件個。當人入厝是愛寫土。寫土係咩意思？落在當人入厝愛寫土。寫土一個土甲土地公嘅土，嗰是像，嗰是無像。寫土我唔知。寫土係咩意思？講話咁即係試過會。試過會知咩是寫土？謝土儀式。嗰是感謝啲土地人，可能啲土卡係。謝土儀式是。有人有做啦，有人有做，有人無做，看你家己咯嚇。有人有做，伊是做嚟做咩？寫土唔是感謝伊，寫土是請伊走。如果伊做幾好了，你就走啦，冇你做啦。伊上加是 groundbreaking 嚟款啊！對，我今日我愛搬入來大了，這個厝我愛搬入來大，我唔知講之前係咪大一間厝有蝦米人會嚇，我入來拜拜，我請你走。今日起我來大一間厝，你咪過來插亂我了。OK。小弟起來講咩？小弟會講咩？
不，I think 咁譬如你講嘅是唔是拜粗線？拜，sorry，我嚟做水路嘅。拜粗線啊，冇想啊。誒，等陣，不，咁譬如講嘅是唔是做粗線？是唔是拜粗線？上家因為人講大嘅粗，上家你入厝嘅時你拜粗線是上家講。我入來大一間厝，係了。你往叫石頭啊，讓像你入厝啊，反咯。哦，未必是上。是唔是上物件？你上下我入厝嘅時候，叫我知嚇。拜你是拜粗線拜去走，還是拜去路邊路？石頭特別有一個物件。上往街。石頭特別有一個物件。嚇，拜粗線啦！你入厝下直接，然後夾一個係咪灰爐還是係咪物件嘛？係有人講做你入厝。係啲梅餅。下跪，然後也鹽咖喱摻咗白白個呢。各位，唔 sorry 小弟，你講嘅是你講嘅是拜粗線，是唔是趕走嘅本？請嘅走唔是趕 sorry 啊，請嘅走可能話特別多個特派，請嘅走係是請嘅嚟報備路。上家人講，我人來大一間厝啊。你是一個交代呢，還是要請人走？我所以你冇請人走啦，你是冇交代啦。嚇，冇請人走 ，because 你地市人嘅嘛。This is what，這是我明白嘅啦，地市人嘅嘛。時間講，although you know，你和政府再講，你大一間厝了，銀行再講，你捉你嚟呢一間厝啊，特別地本市人嘅嘛，所以學人再講，我搬入來大啊。我這是我明白對。我個有一個Facebook 嘅人講，哎呦，這 Facebook 人 comment 啊。哎呦，死！真係太大。我俾問物件本，我俾問物件本。啊，你問？我講土地公是唔是喺你人大房嘅邊啊為拜？就人去清明嘅是房為拜。是啦，你是多北講嚟啦。係你是牛拖，好土啊，好土是多北講啊。Because 你看上啊，我特乜對，佢哋是望人講上個大白公文呢，嚇，所以土地公，而且土地公唔是加，我大多講去拜大白公先，加去拜山嘛。唔是拜山是拜山南西啊，大白公是佢哋地聯絡咯。是咯，你都你是牛拖啊，好土啊。你特別拜咗大白公，加去拜山，加去。唔是，馬路口位講嘅是旁邊啊，細細嚟擺呢，細細嚟呢。旁邊啊，係嚟啊。啊，旁邊啊，細細嚟。because 土地公本是土地公本是上個為使人冇想下去拜土地公，可以拜咗土地公啊，佢轉來厝。冇地主公喎，地主公是地主公，土地公是土地公，right？冇應該是冇相關嘅。冇相。冇，土地公。I thought because 對我明白嘅是，對，但係咁，你起家到落位，你起厝，還是下面文好，還是你起厝好啦，你冇起到對難度講嘅厝，還是你冇起難度講嘅迄個紅嘅物件，係到下邊嘢嚟插啦。特別土地公。是人冇去嘅事 ，I think he's the person 上個冇上個 ，I think 土地公家難度講冇上就這啊，好啊啦，because 有時人燒物件可能冇上啊。你看，哦，OK，是啊，喂，audio 佢就拍啊，讓那土地公嘅亂。啊，他媽冇去拜那土公啊！哎呦，是啊，個 OK 啊，讓聽到讓。喂 ，system 佢在小氣啊。OK 啊，忘晒 OK 啦。這邊你 club Zoom 嘅人 OK 哦，攞嚟睇到啊。OK，你看這 comment 是啥咪？comment 寫後期的拿督公是看到突然形成的大力巴毒就可以做拿督公，所以他們都講的咯。後來拿督公是看到風險變大粒嘅巴肚，都會使做拿督公嘅。即係當然是講到，即係你試拿督kramat嘅影響咯，對。แล้วก็เกียนอ้องกองดา哎呦
我未，因為伊 comment 出來呢，可能一上長嘅土地，我這個是討論聽了，土地公是道教信仰是福德正神，你知道明白講沒有？福德正神是八公啊，福德公是大伯公嚟啊，福德公是大伯公嚟。OK，伊講你是土地公，但係講唔對啦，咪是大伯公，甲是迄個道教嘅信仰嘅。即係 Armenian Street 呢邊嘅有一個福德廟嘛，嗰啲是福德祠啊，嗰啲大伯公嚟。然後，哎呀，即係真係 comment 佢就係。我唔有我係等陣下，我隻股冇接嚟你講點啊？呢啲是第三節嘅那都講啊。這是頭一節，你我未講呢個。冇唔是我看到寫那都講。我大家知道咪個派嘅了。哎呦，那你看我 comment 啲係未出咗，即係見你講嘅，喂 comment 未出到，我睇 try 到睇我等人。哦，那都講是被納入道教信仰的南洋文化。嚟，實在講咩？你話唔使講咩？是唔是那我唔知那一節的詩字邊那節呢？來，老師 ，OK， 老師上課講。OK， 我先跟亂講啊，涉及個人的信仰問題的話呢，我唔回答，因為個人信仰都相信過有，冇相信過冇，這冇辦法嘅啦嚇，這樣冇辦法咧嚇。但係講是唔是道教呢？想下是多問題是，如果對嚟講係咪個道教，即係人係講3點鐘講未？講未了。係啦，講未了嘅 ，OK。所以有嘅人像是嚴家健呢，伊喺這本冊裏邊呢，伊個寫得真清楚咯。伊講大都講唔是道教嘅，伊是屬於民間信仰嘅物件來嘅。而且有嘅學者呢講伊是這個馬來西亞道教本土化的一個問題，我冇看過一下嘅論述啦，所以兩邊嘅咧本有咯。即係但是這個涉及真啊基礎嘅問題。道教伊人嘅眼光，伊人嘅形是按怎形成呢？你未回答這個問題了，你個會講伊是唔是屬於道教嘅形？哦，所以咱唔是講伊人道教一般是屬於制度性宗教，制度性宗教的話咧，伊個佛教上有伊家己嘅一個體系嘅，但民間性啊 ，organized religion。簡單來講，係咪個制度性宗教的話啦，它有一套物件，就是講好你生命最後嘅追求是啥物物件？哦，你要有焦點，像 Bible 你有焦點，像有佛經啊，有道德經啊，這是一個很具體。有些 system 嘅啦。有些 system 嘅，你要想下是一個有一群 full time 嘅佢哋region people， 想下讓有佢哋商家，讓有佢哋法師，道教一樣有所謂的道士。你要大都講有家己嘅一個專業嘅。講下是，我比較傾向大都講，還是比較屬於民間信仰派的啦。但是這是個人的感受啦，嗬，因為這個信仰物件是真係講嘅，你相信就相信，你冇相信就冇相信。And then 我覺得 one thing 就是，伊是 I mean like because religion 是 like 民間信仰，你看你物件嗬，一是真 fluid 嘅，唔是真 because and then。I mean like 真濟擺都是 I mean like in the history 真濟人 try to like define 講啥物物件啥物件 but then actually 是 because 人是真濟無相嘅嘛，所以 that's why 我是講就講這裡是真 fluid 嘅，未講是到底是係你是道教還是唔是道教是啥物物件？冇 black and white 嚟，冇 black。對。哇，人嘅這，人唔知佢哋講嗱到講乜嘢字物件講喎。哎呀，講無聊嘅我啦，先 scratch the surface。講佢那都講嘅故事喎，那都講 number 2。但係唔是那都講都掉嘅鬼故事阮有個。你是講乜嘢那都講是講人家己嘅講事呀。但係頭頭先講啦，你講咩？古掉嘅啦。等陣真係我看你試過未講未？試過未？冇我看好多人講真啊濟，我真啊濟故事啊，但是唔要緊濟。collect 到人嘅story 咯。我咪撳配你講下，你個記到就嗱度講故事。我唔捌讀過。
我唔捌。我是淡薄都是每塊，maybe都冇聽到我頭頭講嘅事啊，咁都冇啥。我唔捌拄過，我邊啊發生地，我媽都是頂島，แล้ว我爸工人嘅是頂島。OK，我媽嘅是，我頂擺嗰隻細漢個啦，แล้ว我係厝後尾咧是有一個納豆講阿妹，แล้ว一個納豆講可伊到半暝啊㗎，3點幾嘅時。唔知好像講你細聲嘢。聽到冇啊，我冇變細聲。夠氣氛嗎？唔係亂講啊！伊到阿妹是半暝時哦，伊變咗白色嘅煙杯。哦，就是講你厝啊，後邊火機，然後有隻靈啊，可能是接嚟選你厝啊，可能。對，我本是看過煙嘅本，煙嘅帶我本看過，關關燈嘅，超超嘅，隔離我本看過呢種。甲普通人會拄到嘅啦，這種嘅。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爸工人，伊頂擺是佇往嘅工場做工嘅啦。แล้ววางกลางแถวให้เป็นเงินตัวกองเลยจุดสี่อย่างนั้นแต่มาลองแต่มากองเลยบาตูเว้ยบาตูเว้ยนะตัวกองแล้วกวาดตัวบาตู啦差不多是我看咧差不多是10 feet อันนั้นน่ะ差不多是10 feet อันนั้นตัวบาตูอันนั้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งเอาไว้วาง我有去一個半島學伊啦แล้วตานี้有去拜然後喏，到家一個點成是有去拜，然後工人阿咪咧，人就是來做工嘅時咧，人來去點曉，人就去點曉咯。我是做 construction line 嘅，頂擺啦嚇，做 construction line，所以我相信這個物件，有時陣我跟人講話喏，其實到落一個所在去做工嗰時係物件，本來先去拜迄邊嘅度講聲，學一個 respect 啦可能。然後這個工人咧，伊去點曉。伊點曉誒，伊曉直直點袂到，然後伊就撲回後，伊咪錯，伊從啲邊咪錯啊，伊咪我知歪，所以曉點袂到嚟講，嗰時過後咧，伊去做工吼，過後真係是做工並冇到過，無了嗰隻並冇到，等係手指。咱的骹趾，咱的盤病未做工，總之就是真正技術就對啦。然後到家一個點聲時咧，唔知係咪去甲伊講啦，你是不是應該去別人講，還是去問人講者，到底你是啥物事？毋是你安尼技術誒，人別人都無輸你安尼技術，少少誒並冇到你本的骹趾手指嚟講，然後尾就去拜去問阿咪咯。แล้วมวยสิให้หลังสิทำมวยรู้ตินะตัวกองอำกองไม่วิก你攏講話係人人สิทำมวย啦รู้ตินะตัวกองอำกองไม่วิก你講我冇講阿咪講有ลูกไปอังกองสิลูกกองไม่วิกแล้วไว้ก็想就講點曉點未到呢啲邊咩錯啊對夾掉啊嚇我這是個人的信仰啊，係嘛？是個佢講嘅，這是牽涉到個人。是個背啊，唔係個配啊，是個背。是個咩？是個背。背啊！sorry。是個配咩使啦？上好聽本啊！我個就未夠會講嘅，就是啊，未人啊，before 人看大時啊，我舉證，但係我每嘢就是你人拜拿到講嘅時用嘅物件，係咩？白隻噶。白隻噶，哇！對，我唔知感恩煙嚇，嚟講嚇感恩煙。但係落個炒，你講落個炒？對，落個炒。落個炒了老曉，夾薄，夾薄，檳榔，即係 cereal 嘅。檳榔哦，檳榔就是講伊食咧 cereal 物件啦，夾薄夾。老曉嘅檳榔咯，你如可以舉嚟舉嗌哦，還是你你一個芬達？哦，芬達係咪 flavor？ 唔要緊嘅。orange flavor。哦 ，orange 嘅芬達。嗰個咩啊？做邊哦？哦，做邊？做邊換姜杯。換姜杯。換姜杯，伊生日嘅時換姜杯咖喱雞。牛白對對，我那是講伊生日嘅時。係咪白？牛白。搖吧，daging 掉掉矮啦，
แล้วตากี้係咪你嘅一啲白嘢咩是煮物件，係煮人當係咩？煮咖喱啊，煮咖喱。喺那度講嘅物件哦，我唔知其他人哋即邊是安怎啊，特別對我嚟講啊，對我嚟講，我係厝嘅人嚟講啊，喺那度講嘅物件是袂使啲厝嚟煮嘅。哦。因為我嘅話是要你無下拉數。對，所以喺那度講，迄之前吼，是那度講生啦，迄之前吼，我是完全無當杜白哦。我食物件就是食下樓嘅物件，食 fast food 嘅物件就對啊。唔是 fast food，就是媽媽安尼。買嘅物件咧，不是媽媽會買。有人講過拜那度會拜四拜嘛對？拜四。哦，拜四是拜。拜四啊，malam Jumaat 嘛冇錯。有拜四。malam Jumaat 就是 before 拜個。拜四阿妹拜啊。before 拜個對。before 拜個拜就對，你下晡早起阿妹本會使，特別就是拜四。哦，拜四拜，哦，阿咪我係咪歷史我唔知即試過俾唔知有 study 掉佢哋拜四拜啊咪，那個拜用阿咪物件拜。即係頭先我聽到人講下，就係物件啦，為我話咱如果 before close 嘅時候 ，just want to sharing something 啊。Is the spirit of respect each other 啦，就係佢咪頭先講嘅係你查某伊係金配。伊會想所謂講係你 respect 嘅物件，就話係你 same story 像是背愛，個搭上個有一個叫係咪叫物件葫蘆豆荷老樹。你荷老樹入邊你聽講冇講就度講嘅，然後有講一 story 啦，講 for example story 都係就是講下，你人去度講嘅是你人去頭頂嘅是你人就是咪後邊講話，然後咪後邊幫你之前。甚至嚟得咯，冇會達到講誒，真係生氣咯。所以講到尾 ，we have to respect the nature 啦。你我想下，就是講嘅本是拜四阿妹的話，你學我做 research 嘅時，到馬來西亞有拜過嘅。你我想下是我去麥丹嘅，你幾乎嗰啲是malam Jumaat拜嘅。malam Jumaat就是講拜個妹啊。冇，伊人嘅意思就是咁啊，係malam Jumaat就是拜四妹 ，OK。呀，但是我做 research 是本有人拜過拜嘅，所以we just collect the data 啦。我講韓國講多一個是對嘅，多一個是對嘅。你看伊嘅 transition 嘛，特別你是唔是 percentage 咧？較濟人是malam Jumaat拜四拜咧，還是拜個是較少，還是咪有吹掉？我諗冇接過 statistic 啦 ，is good 啦，就係講is a good question 啦，就講係拜四，就係 statistic 後講。麥丹大多是拜四阿妹，然後馬來西亞有拜過嘅。OK，麥丹你講了，龍你麥冚了。我冇講。John，我有講過呢幾個就正你正，我係小弟得罪過，嗱都講嘅啊。冇。呢幾個講過，我有講過嘅，我係小弟得罪咧嗬，伊就是啲嘢嗱都講樣幫照嗰度，我係講嘅呢個。伊幫照咧，伊對嚟時嗬，伊學下子阿妹接我咧，伊就看病。伊無整，伊干那看病。伊比講弟夾帶咧，伊敲，伊講伊人食無爽。我記這個數。你記我講過，就是佢落到講迄邊個幫助嗰度。所以嚇，安怎做咧？我唔捌咧，唔知安怎辦問我小弟，就是想到講可能伊得罪了，唔知係咪唔知係咪個咧？問伊啊，問伊講伊對我，因為小弟甲講對我講嘅做幫過咗，達到講迄邊個。แล้ว唔知ว่ามาตลอดด้วยนะ就是ที่แย่เดี๋ยวว่า小弟衫啦แล้วก็ที่เชียวแย่เชียวแย่กาโตว่า小弟衫คอแล้วบีก็เหี่ยว一直行去我嘅厝嘅頭前嘅12樓嗰邊㗎12點半呢一直念我嘅小弟嘅名直一時叫我小弟嘅迄個人講伊嘅魂對來啦因為我係嘛知講伊魂是 stuck 啲我係講嘅厝迄邊隔去啊。所以伊直念伊名，แล้ว夾對來，迄個夾多，甲迄個笑，甲了放佇我小弟嘅邊啊，了學衫，互我小弟穿，了迄個米吼，就是無擦三件香佇我小弟頭後尾，個是安怎？甚至可能記我真細漢本嚟啊，我講你這，安尼 on it，阿咪安尼這，吼，冇，你拜落姑咁細，阿咪一直叫伊名吼，了我嘛，伊迄時我嘛無甲我講，伊去做啥物嘢，
伊做啊對來甲甲阮講嘅咗，家己甲阮講嘅。伊講伊叫伊名嘅時候，是有人叫伊袂使應嘅。哦，我嘛袂使應嘅，因為有可能是毋知係咩事嚟叫。有可能那是因為伊會分隊了來嘛，伊招伊分隊來嘛，所以伊互伊穿了伊衫了，你隔日吼，我小弟好去哦。哦，我小弟是減愛一樓看路棍是袂好真正久。但咩伊就養好啲物件。哦，即類事咯。我就係即個啦，我小弟得罪過啦。我是希望啦。Lang next topic 會搞啊 ，sorry 啦，同埋 technical issue，我 still technical issue 個 ，but 你即係試過會，或者會使到對你講較濟哦。你話啥個遮濟物件，你 check 入面按照本嘅，你寫下面物件，伊個 content 是下面物件是寫 history 個咩？這材料是我能 collect 將近20例下嚟research 隻 article 啦。I'm just the editor， 我只是一個主編了咯。OK， 我能查入面有講下嚟history of the 大都江。咧有講同埋 case study 就是例如講大都江怎個甲下嚟趙樹光做朋友。OK， 大都江趙樹光做朋友。然後嘛，我有講到布拉伯沙啦，甲下邊嘅布拉伯沙有一個keramat 嘅 keramat 嘅信仰吼，本有這方面的咯。你像是講下嚟唐人大都的話咧，我感覺真係精彩，就是巴黎本島下嚟大下嚟大都講咯，伊嘅故事就是較 typical 嘅，就是講一個領袖吼，伊捨己為人，然後伊救人啦吼，然後尾伊歸信啦吼，然後人們吼感念他，把他奉為大都講。但係你講嘅巴黎本島就是人講咧，咩書咩嚇，係啊？巴黎本島下嚟就是。下嚟唐人大都真大間嘅，下嚟大都講咗咯。這裡啦，一間啊。唔是。誒，個無相嘅，巴黎本島嘅這個無相。這個是到太平嘅，就到太平。在太平嘅。巴黎本島是一間嘅，你啱嘅，你講一間。水嘅啱嘅，就水嘅啱。這間台灣人講。但你講看到伊嘅效應，嗰啲你講。這個啱嘅，這件哦，但係你想佢就是係你伊個 sacrifice，係伊上係是入阿攞嚟掙嘅嘛，伊個款嘅嘛，對，OK，所以係你是伊正人變做拿到講起嘅人啊，特別是到邊人是冇捌聽過有唐人嘅拿到講嘅。唔知啦，有人有聽過，我唔捌聽過啦。但係我到底有諗過，即係但係 sorry clarify 是一間咯，係。一間 First generation Wong family in 巴黎本島，特別我唔知到一間是條巷嘅啦嚇，王阿公啊，王阿王，哇，咩名？我係人一個簡單嘅樣嘅名。阿公阿王 ，OK， 或者我幫隻article 就啲 chat 裏本啊，是讓我去看嚟講，我係去看，我喺度啲 chat 你 YouTube 嘅 chat，我係去看。OK， 然後 before 咱走嘅時，我是希望講你若是有就到講嘅，還是白你講啊，你有啥 study 係咪無想講，你實到底嚟甲我講哦，這是個唔會。你係咪物件啦？會咁大嚇？你講阿龍教練我咯嚇，使，俾多張。我哋告訴本身有興趣啊，本身有趣，咱講嘅物件，佢哋本身有趣。特別你自己本身你嘅 forte 喺度嚟咧，你嘅 profession 喺度嚟咧，除了大到講以外啦，你講係咪話題是你即係講到你都。故意告訴我，故意啊。我本身是做 history 嘅 ，OK，I train to be historian， but 我唔知係咪數我真係做緊一項講嘅物件。好本，我感覺係你冇咩有咯 ，research 冇咩教咯。interesting，邊樣 history 邊樣都我真係興趣嘅。就是到路。邊樣 history 咯？我真係本before that 我是 study Buddhist 較濟咯，我真係 interest to the Taoism 咯。OK， 你不知我甲叫阿龍講得，你是你請你都對嚟甲我講把你硬講嘅物件啊，還是你無想 study，because 係 interesting 啊，聽你講啊，你看呢隻當今嘛，即40幾人看條 live，代表不知個會幫幾個，
感謝試過杯。誒，當落疫情嗰陣時，你做過年買話，你學啦，特別見去過年買係拜謝 please，啷個啦，特別啷咁樣拜謝，俾做咩講，係咪特別去拜謝？แล้ว當劍啷卡，แล้ว個咧特別嘅變咗個，แล้ว個搞呢，แล้ว個唔制嗰條行一條啫，即係的確冇就係個行咁條，唔使個梅魯話啫啊！啊，即係你唔只搞事別好了，唔只借即係嗱度講嘅物件，你 because 要拜，到掉嚟拜，感謝即係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本，到啲即係小弟啦、金培啦、高山子啊、加阿南西，寫普吉嘛寫。唔是，這是 Super Jack， 感謝 Super Jack，Super Jack，OK，係咪啊？感謝 Super Jack， Salome，葡萄驚嘅學人 Super Jack， 感謝，我當然做較大，你個快掉，你個睇掉，我得擺滿下條啊，伊唔係一刀 Super Jack 冇下條嘅話 ，OK， 感謝人禮拜，人個都嚟講冇成個話題。即係咧，特別嘅邊希望伊會知道佢到底係咁樣講嘅變性到啲 YouTube Facebook 人看人嗬，如果人單話就你我想要 reset 我係 mixer 嘅 software 本，แล้ว看甲無出呢一問題，你不過講幾個數一幾裏面嘅爆炸器都唔知會喎。咁試下各位好我有個10分鐘你講 OK， 好我10分鐘啦，我接位都係講另外一個話題啊。咁試下大家拜 ，Zoom 嘅人會使接掉 ，Zoom 嘅人會使 continue。OK， 拜大家拜。到底 YouTube 嘅人，即邊頂個禮拜冇看 episode， 即邊第一即邊二看，第一定掛住聽，第一集正嘅時候我係掉落，因為佢同啲路，แล้ว個唱掉人講嘅是係咪故意是好啊？是攏佢就係 K 拜，誒 finish。